会当赶卡棒出国啊！指挥中心讲，疫情控制甲真稳定，第三剂疫苗注射率有50%以上。3月中旬边境有可能放零。公卫专家陈秀熙嘛真乐观，强调继续注疫苗，而且第二剂疫苗有效注射率加上第三剂注射率有90%。4月了后，就会使考虑减少检疫时间，干那需要5天。以目前打的数据来看的时候，加上如果这个2剂的这个还有留有这个保护力的这个百分比来看，大概是可以达到90%，所以我认为在前进往这个5天的方向进行，或许是下一阶段的目标。除了商务人士会当比较台湾人恢复经济，其他边境放零的，阁有观光业者。不过，什么时阵开放观光无时间表，观光局讲会使期待第3季，不过业者希望会使提早到第2季。如果说一定要到6月底才考虑看看的话，不能够在第2季立即赶快开放边境，有出国出境的一个出国旅游业务的话呢，根本就是呢远水救不了近火，缓不济急。虽然目前要求国内旅游会当动一个，不过毕竟市场嘛强要满。观光局嘛表示，所有事情要是要交予指挥中心来决定。伫指挥中心决定进前，要是袂当卖任何出国旅游的商品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